9年13腰嚟。哇，咁快㗎！未接你估，我係13腰啊！講錯啊！你接晒你哋，我跟腰牌好簡單啫，冇錯。普通嘅牌咧係唔接得13腰嘅，但係13腰咧就接得13腰嘅噃。所以呢副牌啊，必定係第一價值。你哋成日講賭啊，但係對於賭嘅認識有幾多咧？例如賭嘅種類、賭嘅方式、賭嘅規矩，唔清楚咧。嗱，呢度有位仁兄，睇佢點講。聽住嚟，3歲打麻雀，4歲推牌九，6歲常收外圍九，10歲喺廟街雞記打到無敵手，大檔見到我擰頭，入到葡京賭兩手，贏就立，輸就走，打遍油尖旺角館，新晉賭王盧靚都 Chan。幼稚哇，咁樣少出嘅。快啲啦！係到我摸啊嘛有食喎，自摸大三元。搞錯啊！我9千6萬都食唔出啊！快啲！呢啲係唔實際嘅花拳繡腿，真功夫唔係咁嘅。我就見過一個高手啊，佢打麻雀係咁噶。肥佬王，你第一隻打3萬，第二隻打7筒，第三隻打8索，第9個 round 先打隻北，咁即係話你做緊13腰，北中白1筒9索都打過，地下東南西都見過，但係未齊。咁即係話你揸住東南西北中白1筒9索，我有3隻1索，上家碰咗9筒，所以我估計你發財做眼叫1萬。犀利咧，未算啊！你哋只係睇咗少少咋？佢哋兩個喺《爛賭英雄》呢部片裏邊啊，仲有好多精彩嘅大鬥法啊！鬥乜嘢？梗係有同賭有關噶啦。講到賭，我哋點可以唔再提打麻雀啫？搞張啦嗱，俾你啦，小心啊！12張包字魔，小心啊！哦，邊個小兩個冇好食啊？我哋玩13張，我做莊嗱，52隻牌，你揀13隻先，然後先輪到我揀。不過唔准揀例牌噶喎。 3條煙行頭，殺梗你3注，無敵黃拋旗壓尾，又執梗你5注。二賭都係同花順啊，外父。到我啦嘛，3條白行頭，黃拋旗尾，中間都係黃拋旗。佢哋呢兩副牌都唔係最大㗎。假如講明冇報到，由我揀先嘅話，無論邊個做莊，我都必定贏梗㗎。使乜3條煙行頭啫？3條6就夠㗎啦。唔信啊？想唔想知啊？想知就請睇《爛賭英雄》呢部片，除咗陳百祥、楚原之外，仲有高麗紅、馮淬帆、左燕玲、曹查理、黃天林、黃晶，仲有呢位菲律賓小姐馬麗寶。